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明仔载起过，展览到礼拜。这摆儿童主题馆用航海冒险做主题，除了囡仔册，还有台机 Podcast 也参公司台机台合作现场人气红啊！而且呢，伫咧现场也有袂少这台本写的囡仔册。 展场装潢做大船的模样，这是台北国际册展的儿童主题馆。因为今年是荷兰人航海来台湾400天的日子，所以这摆的儿童馆就以航海冒险做主题。除了读册给囡仔听，也有台语 Podcast， 佮参公司台语台合作，人气红啊的表演。希望把这所操学呢，佮表演的部分呢，带来现场。 互囡仔有一个新的去享受，现场嘛当做这个手抄哦，家己做，做完了后呢，大家做伙表演。册本以外，绘本以外吼，刚刚用听的，吼，嘛当用录音的，所以现场呢有咱的全场式已经变一个是 Podcast 的录音室，所以囡仔会当来体验。 透过各种形式，以无同角度丰富囡仔读册的经验，互囡仔爱读册。这几档真拍表出版台本册的台湾文学馆馆长林金力观察，市面上的台本册出版是愈来愈兴旺，台本的囡仔册嘛愈来愈多。像讲，阮台本馆嘛是最近这几年嘛是出版袂少的台本的册，包括歌仔册啊，还有囡仔册，所以销路嘛是拢真袂歹，有愈来愈多的少年学生啊。 可能因对这国家，可能是我感觉这甲国家语言法的推动嘛是应该是有关系所以大家对台语嘛是感觉愈来愈有兴趣。林金力也发现，开始有少年人认为讲台语是长时行，伊认为社会看待台语的态度正在豆豆改变当中。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